嗱，阿 Peter 你咧就係好虔誠嘅基督徒啦，你又讀咗神學啦，咁啊梗係生活錦囊嗰方面咧，就問下你呢方面嘅問題啦。嗱，如果一個人成日覺得佢個人生路途好唔順嘅，佢信咗神㗎啦喎，咁佢開始去懷疑啦。咁你覺得你會建議佢點樣去處理內心嘅呢啲疑竇咧？其實咧，你要嘗試去，即係好似你當 experiment 咁樣，真係去試。即係好多人咧就對信仰，你其實未真正經歷過。譬如你話神係會供應嘅，你都未供應到，你已經自己喺度諗辦法，周圍揾人幫你去解決問題。你真係要用信心去試啦。咁你試咗一次得嘅時候咧，就知道原來真係得嘅喎。但係好多人第一次都未試，咁所以咧佢所謂嘅信咧，只不過個人可能翻咗去個教會度啦。咁其實都聖經都有睇啦。其實佢未必真係信。哦，你嘅意思即係個信仰要實踐，冇錯例如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，你唔係淨係靠晒自己嘅力，你去尋找緊上帝有啲乜嘢安排俾你，係咪？擘大隻眼，睜大隻耳仔，因為神嘅聲音未必好容易聽到嘅，有時。冇錯，係嘛？同埋你要俾自己有 patience 啦，要等待啦。係啦，但係香港人好急噶嘛，即係所有人都話唔得，快啲！咁你咪會經歷唔到神嘅供應咯。咁當然啦，中間要好多嘅禱告。冇錯，不斷問住佢，喂點啊？阿老大唔掂噶咯，你再唔嚟嘅話，我好心急咯。前面有咩俾我揀啊？真係有時候會出現一條明路俾明燈俾你嘅。點解你唔去試下嗰個咧？點解你唔做咩咧？咁好嗱，咁大家如果喺你嘅信仰嘅道路上邊咧，有呢啲嘅疑惑嘅話咧，就可以袋咗呢個錦囊落袋啦。信仰究竟需要啲乜嘢呢？ A. 耐性與實踐 B. 時間與金錢。知道答案嘅話，快啲打呢個電話55668299孖5孖682孖9，你將會得到總值超過1000蚊嘅禮品同服務。仲等啲乜嘢啊？快啲打啦！55668299。